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可能还未困醒吼，不要紧，咱感谢上帝的恩典，无虽然外口吼有点仔在落雨，不过咱相信吼，上帝要主动咱的心智来伫遮做伙敬拜上帝。所以讲，咱就爱欢喜用较无的心来遮扬起上帝。咱搁一遍甲你身边的人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这时阵咱来请咱大家来安静咱的心，来邀请圣神甲咱同在。圣神，阮即时较无你，阮较无你来亲近阮。圣神，阮欢迎你，阮较无你的话语。求圣神来带领咱今早起的早祷会，让每一个人的心灵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咱做来吟这条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你的作证，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你的作证，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你的作证，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作证，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作证，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多谢咱为着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要敢若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咱求上帝伫咱祈祷当中，求上帝的话语来帮助咱。咱也搁一遍将咱家己所犯的罪来向上帝来认罪，求主来保护来洁净咱所有的罪，互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咱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甲上帝之间的罪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为这个事来祈祷。常常为了过程离开主你的道路，主阮相信，阮承认阮家己的罪，无论阮伫阮的思想、伫阮的言语，是伫阮的行为顶面，求
主你拢来赦免阮一切的过犯。主啊，求你即时用你的保护来洁净阮的心。主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每一天有一个灵修的祈祷、灵修的读经，互阮当靠主你来三清分。求上帝你赐予阮一粒较无你的心，也互阮当伫你的言语的当中找到智慧。求你圣神伫阮的心中来运行，来带领阮行伫你真理道路的顶面。这时日，咱也为着咱教会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上帝将这事工福音甲宣教，来成做咱教会事工真好的计谋。咱也要赢至50许年，求上帝将搁较济的异象、较济的恩典赏赐予咱富强教会。咱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赢至50许年，向上帝来恳求，咱最后来开声祈祷。做阮成长的粮食，求主你将你的听教恩典倾倒伫阮的教会，互阮会当伫你的听的内面，成做一体，成做你恩典的见证。求主你来保守阮牧者，中一同工，使阮所有的领袖，使阮有智慧、力量、甲健康，有主的引带。带领，求主你，互阮行伫你欢喜的道路顶面。我们透过牧师的讲道，互阮的圣神大大来充满。我一边来感动阮的较无你的心灵，来激励阮更较深来认捌上帝你，来听你，来跟随你。愿上帝你的恩典，搁一遍甲阮富强教会同在。主，我们赢至50许年，因带阮教会行上帝你所定定的未来。愿阮每一个富强人，伫信仰的道路顶面，更加有开力，更加有祝福，更加有恩典。互阮彼此来鼓励，互阮做伙为着教会。来祝福，来祈祷，相信上帝的计划的确要充满荣耀甲祝福。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紧紧地爱你。上帝恩典，我的心何乐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作证，我属上帝恩典，我的心。这是咱为着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心灵健康来祈祷，求上帝，互咱伫服侍顶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互咱伫拢有主的恩典，甲咱撒到地底。咱为着咱教会每一个人的心心灵健康来献上祈祷。天啊，天地上帝，我。
求上帝你亲自来看顾保守因的心情灵，希望上帝求你即时伊伫身躯顶有病痛，甲痛苦的兄弟姊妹的心的人，求主你的大能的心的手，即时来帮助因，互因的病得到完全的医好。主啊，求你来赐予因有气力，互因伫病痛当中悠然坚信主你的稳定甲慈爱。特别上帝，求你赐着平安甲安慰的心伫因的心上。主啊，愿你的圣神伫阮的内心，搁一遍来运行。主啊，求你来带领阮心内充满温暖甲希望，帮助阮伫困难当中找找你，追求你，对你遐来得到安慰甲力量。主啊，即时求你帮助阮每番的姊妹，每一个人属灵的性命，互阮当更加靠无上帝你的话语，伫你听内面，阮做伙来成长，互阮有信心更加坚定。感谢你伫阮每一个人中一切的恩典。这时阵，咱也为着主所奉主所命所设立的玉山圣人伊来祈祷，伊长期来培养部落原住民的传道人。咱恳求上帝来赐予因有伫福音的道路，拢有伫部落来大大兴起。求上帝来祝福因，才做一间主所重用的行业。咱为着咱今日来当中的池怡平总务长来祈祷，求圣神甲伊同在。咱做为着新人医甲总务长来祈祷。传道人、甲新人医内面学习来造就，主啊，明白你是无命的真理，主求你亲自来带领，感动更较侪人愿意献身步调，伫主的进入这间新人医，为主你的福音来献身，为了原住民的部落衔接新的时代，互原住民的宣教。真有热情，真做部落的祝福。那我今日也为着因的经费，上帝你来恳求，主阮知伫项目地动了后，有真济的经费要来重建，要来修复。主阮知，这经费是因为要互这个新人医有真好的运转，伫学生的培养顶面有真济的重要的使命伫这个行业顶面。主啊，求你伫今仔日感动搁较侪人，愿意奉献因的金钱来支持这间行业的发展。主啊，我搁一遍将玉山圣人医来向上帝你来恳求，成就你伫玉山圣人医所要完成的工，来荣耀主你的名。这时阵，咱也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咱求上帝带领咱的脚步，今仔日要来咱当中做礼拜兄弟姊妹，因的脚步拢有平安，拢有喜乐。咱为着咱今日服侍所有的人员来献上祈祷，咱也为着咱所有的会友有谦卑领受上帝话语，咱来献上祈祷。弟兄们，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稳定加慈爱。伫礼拜开始，我搁一遍抛开阮的心门，主啊，我用谦卑的心祈求你的同在加带领，圣神的活水搁一遍来充满阮兄弟姊妹。主啊，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帮助，真做阮的祝福。伫阮今日的礼拜当中，主，阮要大大来经历你的疼的同在。主啊，阮心灵要得到满足。主啊，求你说，今日所有参与主你服侍的同工甲会友心上。主啊，我们伫今仔日礼拜当中，谦卑来领受对你下来的信息。主啊，求你，互阮每一工会当活出你上帝你荣耀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希望上帝，阮也将阮一切来交托伫你的手中。
因为阮知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听阮的上帝。主啊，愿你来帮助阮，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咱后生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起立，咱最后来搁唱这条歌唱一遍。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伫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伫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你是我生命的满足。主啊，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咱拢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只要咱相信上帝的恩典，就要赐福咱。
主啊，阮的性命，你将我学了人感谢。主啊，阮相信，主啊，阮相信，你是阮上好的朋友。 我
就是阿爸爸，伊看我最宝贝。我相信，我相信。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大是阮疼痛的主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地拢属你，万物也是你所创造。所以，阮即时聚集伫遮，毋是伫建筑物，是因为你的同在的所在，就是圣的所在；你临到的所在，就是阮同心敬拜的所在。感谢主，阮伫这个落雨天有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阮要伫你面前虔诚服侍，同心来敬拜。愿这个敬拜荣耀归伫你。愿众人对心底的懊恼、祈祷以及恳求，得到上帝你的应允甲祝福。互每一个伫这个圣的空间，上帝你临在的所在，愿拢亲自看见主，也经历了上帝恩典、圣神的帮赞、保守甲引带。愿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会稳伫阮中间，阮大家人亲自领受。愿你的平安也甲阮三甲伫地。阮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
伊国关灵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是按这位来启应。启文14篇诗篇第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虽然地大变动，海水也因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声欢喜。上帝踮伫遐，声一定袂摇动。日邦欢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所做，伊压一间斩断枪放火烧真车，拢真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这是按这位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而你，感谢你的带领，让我当来到圣殿当中，一间用你的疼起造的圣殿。主啊，求你这时你的圣灵甲阮同在，安静阮的心，让我当欢喜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我嘛感谢你。你是稳定有怜悯的神，来到你面前的人是满有福气。当阮拄着困难，交托你的时，你总是看见阮的需要，赐阮完全的平安。主啊，我嘛为着失去亲人的会友，我为伊来代祷，求主你嘛当亲自安慰因。主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感谢你赐下是一个救恩，还的生命有望。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看见台湾社会最近拄到的症结、政治的对立、伤害别人的社会事件发生，人甲人彼此的无信任，还了一概知影，只有继续用祈祷努力传福音，来当互台湾这块土地每一个所在。拢有上帝你公义真神的存在。主啊，我嘛求你，互所有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每一个人拢有清气的心，各项代志拢无为着家己的利益，爱专心为着人民的生活甲发展来努力。啊，求你赐给因每一个人的内心，因为管理所带来骄傲，用谦卑受教的心，做出正确的判断，分辨是非，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时，我嘛为着玉山新来伊来代祷，新来伊长期培养真侪优秀的传道人，投入传道、关心社会的工作，为着福音的使命来跑走。玉山新来伊嘛因为4月份的花莲的地震，学校的建物硬体受到破坏。需要经费来维修整理，求主互玉山新来伊所有软体、硬体所有经费，拢会当得到主你完全的看顾甲祝福。另外，我嘛特别为着阮教会伫6月21甲23培灵做酒会的来代祷，求主嘛兴起富强教会偌侪兄弟甲少年人，透过英美教会牧师。甲同工的团队，做伙来兴起，按每一个会友心内信仰复兴的火，互上帝的火愈烧愈炎，互属灵的影响力愈来愈扩。最后，
我嘛感谢主，收束阮教业的福分甲稳定，我嘛继续行入主你所喜爱的道路。这是一条有五望的道路，这是真做阮性命上重要的帮站。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讲受上帝的话。这是啥自习之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7节。有一遍，耶稣徛伫吉尼撒勒湖边，有一群人过活要去听上帝的话。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掠鱼的离开船在洗网。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迄只船，叫伊搁小可离开岸，然后坐落去，对船顶驾驶证人。耶稣讲煞对西门讲，甲船搁去深的所在，拍网落去掠鱼。西门应讲，老师，阮拼规暝掠拢无，毋过你着在讲啊，我就来落网。因一个放落去。网着真侪鱼，网线强要破去。因下手叫别只船的同伴来斗骹手，因就来，将鱼缀伫2只船，堆到满满，线强要沉落去。献诗，这是由南师班来献诗，因的献的诗是我要学了献诗煞，安尼请。有三新啊，伊总务长史一平总务长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开甲最深的所在，逐日那都门。阿
咱大家做伙压头来祈祷。主耶和华，你是阮的避难所，毋管地动，毋管大风，你拢一直甲阮伫咧。对即时到永世界无尽。主啊，即时求你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心门，互听的甲讲的拢得到你满满的祝福。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足欢喜来到遮，特别是代表着玉山神学院来到遮，感谢着大家遐侪年来对阮玉山神学院的奉献、支持甲带导。这遐侪年来，特别是按4月份时阵，地冬一过了后，阮接受着毋管倒位来的爱主爱阮的兄弟姊妹。对阮的关心、甲支持、甲奉献，阮实在是足感动的。所以我特别按遮，搁一届代表着玉山神学院，要甲大家兄弟姊妹，搁一届来说多谢。希望上帝亲身用伊的手来照顾你，甲恁的全家，出入一切平安顺利。特别是毋管是按地动，还是台风的中间，拢得到满满的祝福。我本身并毋是一位牧师，所以我无办法用圣经的教示来做教导，所以我今日要特别用我甲玉山神学院的故事来甲大家人分享。今日咱的圣经节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7节。其实所有的，其实这故事的原本是应该是第1节到第10节。毋过今日我敢若用这第1节到第7节，要来甲大家分享。这7节内底虽然是短短的7节，毋过伊虽然文字用甲足简单。我是用学本的，今日咱圣经读时阵是用新译本的，所以按这学本内底，其实读节讲甲足简单的，毋过伊甲所有的故事描写阁足完整的，咱来看一节，咱就会使了解着。譬如讲第3节，第3节按学本安尼是写着，有一条船是西门的，耶稣就去哩。请伊甲船放较开，就坐喺内底开始教示众人。你想看觅？就哎呀，短短的一节，就会使甲整个的规个情形拢描写甲清清楚楚。这7节内底，其实嘛甲所有的故事讲甲足清楚。我相信这个故事自细汉到大汉，大家人对这个故事应该拢足熟的。所以我无按遮特别搁开始按遮定。开始搁讲一届，毋过即个故事对我来讲，其实有其他特别的意义，因为即个故事按这中间这7节内底，咱来想看觅，伊的主角是啥人？我想应该大家人拢无怀疑，主角是耶稣，因为规本路加福音所讲的是耶稣的故事。第2个主角是啥人？应该是西门。因为西门是内底唯一有一句台词、2句台词的人，咱会使甲这所有的故事内底藏内底有其他介侪人要对着耶稣听耶稣要讲上帝的话。毋过今日我的重点要放在边仔的配角。即个配角是按遐汤米着磨土拢无的迄阵土耳人，伊做配角，毋过伊其实按伊的人生当中有一天，伊嘛爱做伊的主角。这毋是甲咱今日坐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是共款的吗？咱虽然无的确是按台顶，无的确是按顶悬伫台顶伫讲道或者是伫主持，毋过咱的生活当中，只要咱对着耶稣基督，有一天咱嘛会使成做咱人生中的主角。
其实对我来讲嘛是同款。当初时，我差不多10年前进入到玉山神学院。迄当阵我进入到玉山神学院是去负责玉山神学院有一个新起的综合大楼内底的会馆的经营加管理。差不多做无半年以后，突然有一天，阮前院长甲我叫去，伊希望我会使接这总部长的课。我心内底足骄傲，因为毕竟迄当阵我拄按国外转来，我按国外差不多20几年，所以转来了后，进入到玉山神学院开始服务，服务无半年。伊哪会叫我即个足青分的人要去做一个总部长咧？我啥物拢毋知。毋过骄傲对骄傲，想到会馆阁有介侪建设，阁介侪代志爱处理时阵，想到敢若会使进入到行政会议，才会使决定介侪代志。心内就想讲，无要紧啦，安尼我接这总部长。毋过心内犹原犹豫讲，为虾米要找我咧？一直到我做了总部长无几礼拜，我就知影啦。恁敢知为虾米要找我？因为找袂着人啦。为虾米找袂着人咧？当初是新起的综合大楼一栋，预算是1亿5000万，谁知影起了后竟然超过3亿。阮当年对院长一直到每一位学生，阮拢足拍拼出来募款。毋对，阮募到的钱进入到经商费都无够啊！今日突然加出一栋新的大楼，阁遐侪钱，阮毋知要安怎。所以阮甲阮会使耍的、会使募的、会使借的、会使所有想会到的办法，拢放入去即个大楼内底，竟然阁欠1亿外。所以无办法，想要甲建筑物、甲土地摕去互银行来去抵押借钱。毋过可惜无一间银行愿意借阮钱，因为因一听到是财团法人，听到一个宗教团体，听到是一个按偏僻山区的土地完全无价值的一个所在，因当场就甲阮拒绝啦。到落尾透过总会所属的咱台南的一个新楼信用合作社，阮才借到6000万。这6000万是一个信用合作社会使借到互阮的上悬的数目。毋过这6000万放入去，连一半拢无够。借问阮募款，逐年会使一年一年来募，毋过借问阮欠厂商的钱，敢有办法一年一年来还咧？所以厂商想到一切会使想会到的办法来学校讨钱，包括迄当阵介侪教会牧师、长老、执事、政府官员，包括着迄当阵华人的立法委员，我相信大家拢知影，迄当阵的立法委员是啥人，就是咱即马的副总统，嘛亲身来到阮玉山神学院来去观察。到底是伫比啥物梦？可惜犹原无办法。所以迄当阵，我按会馆阁有介侪建设，像我伫讲的要进行的时阵，我爱去找院长，毋过我拢找袂到院长，因为院长毋知走去倒位。我问我伊的秘书，才知影原来伊出去装钱啊。当我找袂到院长，厂商当然嘛找袂到院长的情形下骹，而且厂商逼钱逼甲遐厉害情形下骹，伊逼厂商突然发觉到规个学校来了一个新的总务长，所以因甲所有的希望放在即个新的总务长的顶悬。当初时，我逐工爱对花莲市开车到阮玉山城有差不多30分钟的车程，
所以我一开到学校时阵，我拢会使看到一片的人伫欢迎我来上班。讲欢迎，其实是即当阵才敢安尼讲。毋过迄当阵，我知影因是准备按遐来讨钱，所以伊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毋是伫请安，是问讲有钱无？当我查了后，发觉到今日无钱会使付互因的时阵，我换来是因无情的体笑、辱骂甲口舌。我时常坐伫阮大楼的4楼的礼拜堂内底，伫问上帝，讲上帝啊，千里迢迢对我按美国安尼转来到台湾，而且甲我放到玉山实行院，你到底旨意是啥？为虾米你爱互我遭受到即款无情的辱骂甲踢笑咧？时间一天过一天，当厂商忍无可忍的情形下骹，因决定要采取行动，就是扭白布条，静坐抗议，甚至要甲学校关起来。到落尾，因准备要做进前，做伙伫开会时阵，因竟然逼我签一个叫做还款同意书。这个还款同意书，因为是要甲伊摕去法院甲阮告。我阁犹原会记哩签还款同意书了，过无几礼拜，阮厝的人知影我签这还款同意书，就对小开始轮流到大的骂我骂甲臭头。因讲凭你一个细细总务长，哪会使哪会使替学校签这还款同意书咧？学校毋是阁有董事长、阁有院长、阁有教务主任、阁有所有的主管，你是上细的一个。毋过我安那解说，阮厝的人犹原放我袂过。我知影因是为着我的前途伫烦恼，因为哪有啥人知影一转来无到1年，就甲人签几亿的还款同意书。我迄当阵，逐工下暗，甲因做伙食饭时阵，就轮流甲我骂，骂到我实在是挡袂牢啊！只好家己一个人徛着脚踏车，按花莲市的街仔头踅来踅去，对花莲市的山边徛到海边，对海边阁徛到山边，因为我无所在好去。一直到我突然想到，原来我一个同学伊伫开民宿，我就想讲安尼，我迄当阵是唯一有联络的一个小学同学，我就徛到伊的民宿的所在，伊拄好坐喺顶仔骹，我就徛过去，伊看到我的时阵，伊就看到我满面忧愁，伊就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我就甲伊解释这所有的代志时阵，伊敢若一句话讲：你袂晓去甲银行借钱。我甲伊解释着财团、法人、宗教团体所有啥，然后结果无办法借钱的情形下骹，伊看我，我看伊，两个拢毋知要讲啥。过一段时间了后，伊的手机响去，原来伊有订单，伊就去处理伊爱因民宿的代志。我相信是一段足长的时间。因为伊出来时阵，一看到我，足惊吓，看到讲你哪会阁坐喺遮？我甲伊讲，我真诶无所在通好去。伊想想诶讲，若无安尼好啊啦，咱按手机成立一个群组，然后甲这所有对国小、国中、高中所有花莲诶所有诶同学，拢甲伊加入去即个群组，看逐个人有啥物办法无？当伊一个同学加入来了后，才发觉到，原来我所有的同学按花莲拢有伊的名声，包括律师、会计师、医生、大学教授、
建设公司的头家、欧米亚家有名的欧米亚家店的头家，所有因一入来了，竟然会使替我逼出一个按花莲在地银行的主管会同我讲，你若不爱借玉山城钱，阮就不爱甲你做生意。就安尼，阮借着钱啊！阮毋只借着钱，阮而且创下花莲贷款的天价。当然袂使甲咱台南来比，毋过按花莲是贷款的天价，而且嘛是一个财团法人会使对一个商业银行会使借着的上悬的数目。你敢知影阮借着偌济？阮借着1.2亿万。多谢恁的扑克声，毋过咱先等一下，咱小看卖，敢若几个同学安尼逼一个花莲在地银行的主管，银行就肯借钱吗？咱的上帝原来伊是遐奇妙，咱的上帝原来是遐厉害。原借钱的前半年，花莲上大间的2间教会嘛，甲共一间银行借钱啦。第一间是花莲的美伦浸信会，买一片土地要起伊的第2间礼拜堂，用旧的教会来借3000万，结果按3个月内底甲3000万还了，而且迄片土地的钱拢总还了。第2间教会就是花莲的博爱浸信会，伊起1亿个礼拜堂起完了，搁差3-4千万，结果因甲银行借钱，毋过一直无来摕，一直到玉山城要借钱的1礼拜进前，银行才知影原来因无需要借钱啊，而且因的牧师搁拜托信徒毋通搁为建堂来奉献啊。今日第3间教会就是阮玉山城伊。要借钱，你若是即间银行借问你借，迄才是毋借，借，绝对借。所以按阮钱落来时阵，按我银行伫做主管的同学，敢若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你的上帝真正厉害，你的上帝真正厉害。我想，这是咱才来拍扑啊，因为咱要学到的是咱厉害的上帝，是毋是？咱的上帝真正厉害，无毋对，咱的上帝真正厉害。今日的圣经安尼讲。耶稣对西门讲：“把船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师，我汤面跳无，土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按深的所在，西门昨暝都去过，毋过土拢无。按深的所在，玉山是行伊要拄到的，可能是这70几年来上大的财务的危机。如果搁一摆来到深的所在，西门毋只围着鱼的满满，而且搁会使满甲万甲要离之外，搁会使甲围着鱼来分享过饲其他的1条船，互2条船围着鱼会使满甲2条船要沉落去。搁一摆来到深的所在，玉山城院。会使解决到伊财务的问题，而且阁会使得到满满的祝福。为什么呢？想看卖1.2亿，咱逐个月爱还偌济贷款？玉山城伊竟然会使安尼平安度过遐尼济年，除了感谢着上帝恩典之外，我要按遮搁一摆感谢着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恁为对阮长期以来奉献、支持甲带导，互阮会使安尼平安度过遐尼济年，这敢毋是上大的祝福咧？
所以，互咱搁一摆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搁一摆来到深的所在，会得到满满的祝福？因为有耶稣同行。耶稣用一个简单，嘛无啥物道理，甚至带着命令的口气对西门讲：把船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这是一款邀请，嘛是一个试探。伊试探着你的心，试探着你生命上后的底线。较常咱拄着即款试探的邀请的时阵，咱的反应就亲像西门回应耶稣的第一句话讲：先生，我汤米着无，土拢无。咱时常为着咱的一件代志，准备足久的时间，也是咱开介济时间，准备足济，毋过得到的结果，毋是咱所满意的，或者是根本无啥物结果。就单单耶稣的一句话，咱就要甲咱的人生搁放到深的所在，搁面对着咱的困难吗？其实放弃是上简单的答案，因为要甲咱的人生要去面对搁一届即款的准备甲挑战，其实是足大的困难。对这来讲，其实伊毋只是一个试探，伊而且是伫爱咱试探着咱对主的信心，爱试探着咱对生命的热情，想要看卖咱有办法对生命搁改变一界无？所以对2001年，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为着要迎接第3个千禧年的开始，千禧年对天主教是足重要的节日。所以为着要迎接第3个千禧年的开始，伊特别发表着一篇文告，迄篇文告就是今日我的题目，叫做《Dug in Autumn》，放到深的所在。Dug in Autumn， 伊希望世间的人会使对伤心、失望的中间，搁徛起来一届，互大家搁一届的机会。只要你对过去充满着感激，对现在充满着热情，对未来充满着信心，进前耶稣安那甲西门伫地，今日耶稣嘛要安尼甲你伫地，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嘛要永远伫地。所以Dug in Autumn，把船放到深的所在，互咱家己搁一届的机会，面对着挑战，Dug in Autumn， 互咱家己搁一届的机会，面对着咱的挑战，Dug in Autumn， 搁互咱家己搁一届的机会，去完成上帝要互咱爱咱完成的大使命。所以Dug in Autumn，互咱家己毋止互咱家己搁一届的机会，嘛互别人搁一届的机会，嘛互这世界搁一届的机会。互啥物机会咧？有一个机会会使拍网讨鱼。啥物叫做拍网？咱用台语来解说是上简单嘛上美人的，因为拍网的网、甲做网的网、甲戏网的网，这3个网发音拢同款，而且拢会使相通。做网就亲像伫拍网，总是互人希望；做网就亲像伫拍网，总是互人希望。互咱搁一届勇敢做网，拍拼去拍网，互咱的人生充满着希望。虽然拍网的结果是主所定，毋过你无拍网，你就无机会。所以，互人搁一届的机会，会使去拍网讨鱼。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时常伫怨叹着，咱准备拍拼，或者是按咱的事业中、健康中、财务中、交朋友中、感情中，
咱时常拍拼真久，土拢无；咱时常拍拼准备真久，可能啥物结果拢无得到，拢无得到。今日耶稣搁要一届来到咱的尊顶，咱的人生顶悬，对咱讲 ：“Look in autumn, look in autumn。”甲你的人生放到深的所在，甲你的生命放到深的所在，互你家己搁一届的机会去面对着困难，去面对着挑战，互你家己搁拍拼一届，搁去试一届。毋管进前你是安怎，毋管进前你是成功失败，迄才是土拢无。今日咱会使确定的是，即届耶稣必定按咱的尊顶，按咱的人生中，所以咱会使大声回应上帝，就是西门回应上帝耶稣的第二句话，安怎讲？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去拍梦；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梦。玉山新学院已经成立超过75年，这75年来，阮培养着足侪原住民的传道者，渐渐即代的传道者拢要退休啊。照统计来讲，2030年，阮需要按原住民的教会内底需要超过200个传道者，所以阮即马训练的学生实在是远远不够。而且，阮学校的老师嘛老啊，我算少年的啦，所以阮学校的老师嘛老啊。阮需要有新的老师，阮需要有新的老师，而且会使陪伴着学生拍梦、做梦的老师。所以，阮欠客实在是真济。加上4月份的地震，阮学校嘛足济的损失。所以，阮学校即马当甲阮的前途放到深的所在。阮需要搁一届的机会，阮相信，只要恁愿意，将恁的丰盛搁一届来分享，互其他的人，就亲像西门按掠着为着真济鱼，为甲万甲要离的时阵，伊会压其他的同伴过来，甲所有为着伊来分享，互其他的人。互2条船满家拢要沉落去，我嘛希望恁搁一届，互阮机会去分享着恁的丰盛，来帮助着阮的欠客，互阮会使训练着阮的学生，就亲像西门彼得，嘛亲像西比大的后生雅各、约翰同款，成做耶稣上好的门徒。大家压头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实在是有当时真软弱、真软弱，因为阮当着困难的挑战的时阵，阮毋知要安怎才好。无今日，阮了解到，你搁要一届来到阮的人生中，对阮讲，"Look in autumn"，希望将阮的船放到深的所在。将阮的人生生命搁一届放到深的所在，因为阮知影你要甲阮同行。主啊，求你赐予阮勇气，互阮搁一届去面对着阮的挑战，搁互阮一届去面对着阮的困难。因为阮知丰盛按你的头前是你所守护的，按深的所在有你为阮备办的丰盛。主啊，求你互阮即个勇气。而且，当阮有丰盛的时阵，嘛愿意去分享互阮其他的人，因为阮知，当阮会使分享的时阵，是你满满的祝福，而且即款祝福会使陪伴着阮久久长长。阮甲阮以下的时间，甲以下的人生，交代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真感谢主，通过第一名做会长，用伊的见证甲分享，看见上帝
无限的即个祝福伫玉山新人伊的心上。咱即个地总务长吼，我较早是伊的爸爸啦吼，是狄汉元牧师吼，狄汉元牧师差不多较阮的前辈吼。我拄仔问，才知影讲，狄汉元牧师伫无偌久以前过往去吼，上帝恩召伊。狄牧师事实就是进前的，嘛是花莲的玉山新人伊的院长吼。所以囝儿甲老爸拢做伙伫同一间学校服务，嘛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啦吼。拄则我无先介绍啦，我阁讲几句，咱才来做回应诗。头一项就是咱伫几个月前拄发生花莲的大地震吼，咱总会嘛有发表，大家做伙关心花莲的即个赈灾吼。咱教会小会到尾吼，拢总咱会友已经有奉献一笔，咱甲分做三笔啦吼。一个是互总会去救灾，一笔是来互玉山新人伊互因重建复建，另外一笔是寄互伫即个花莲有一间安尼基督教的厨房吼，因为大楼迄间大楼全拢规个落去吼，所有内底的册拢遐个所有的店的物件拢无去大家感觉讲花莲需要有一间即个基督教的厨房所以大家嘛甲因赞助。今仔日咱特别拄好玉山新人伊的主日因开始咧复建吼，咱若有感动，大家人通过周报内底所业的即个奉献地吼，大家有力出力吼，来到帮赞吼玉山新人，若是即个硬体会当得到修复，特别是即个栽培原住民的牧者，会当搁较大的即个气力啦吼，袂互因感觉讲欠这欠迄安尼。咱总会吼，咱基督教会有一个足特殊的即个文化，就是讲。咱的长老教会济嘛吼，咱讲家大业大安尼，足侪机构、足侪单位拢需要关心毋过咱长老教会会友真可爱啦吼。或是讲，咱台湾人吼，以早大家家庭拢毋是介有钱吼，所以大家人拢会，比如讲喜事的时阵，大家来包红包来赞助，其实是互相支援的意思啦。咱长老教会嘛是有即款的精神，就是当一个单位有欠缺，咱安尼有人有份啦吼，济少做伙斗参与吼，所以咱一年拢有逐个主日，逐个月拢有即个主日，所以请咱特别咱新人院吼，因拢是爱靠信心来过生活，来工作，咱大家做伙为着因来代祷，嘛关心为着因来做奉献吼。咱即时要来吟一首。即个回应诗，咱真惜的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咱坐咧吟，咱做伙要来做代祷。万
是咱每一遍唱这条，主要朋友就是耶稣，互咱心有一个坚定知影，无论咱人生境有安怎，咱的确有主耶稣好朋友，真侪咱的帮赞。咱来找伊，咱来甲伊祈祷，咱来通过伊的帮赞，互咱领受到新的快乐。因为咱为着2、3项事来做代祷。第一，咱为着玉山新人院因的事工发展，因的经费、因的师资、因的学生的栽培来祈祷，愿上帝亲自应允甲赐福，伫学院的发展有上帝奇妙的引带。第二，咱来为着咱的教会事工的推动来代祷，咱要迎至50禧年，咱伫6月21到23要举办一个大型的培灵会，咱求上帝陪伴咱的心，互咱通过讲员所分享的信息，大家人得到激励，得到属灵的快乐，通更较热心服侍的主，也伫生命更较得到上帝的造就。第三，咱为着病痛中的兄弟来代祷，咱的教会有这个肉体软弱的、软正的、静养的，特别有拄到这个癌细胞攻击的这个兄弟，咱恳求上帝亲自来扶持怜悯、保守医治。咱也为着失去亲人的这个家庭来祈祷，求主亲自赐予安慰，伫这个家庭的成就。咱特别为着家己的家庭的亲人来祈祷，求上帝恩典甲赐福，伫咱的家真做上帝所恩典疼惜的家庭家庭复兴、家庭兴旺、家庭团圆幸福。兄弟姊妹，照你家己的欠缺，也伫主的面前来开声祈祷。咱为着这事，照你的感动，同心来祈祷。主啊，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圣洁的做工，引出伫咱中间，愿圣神大大赐阮赐福，享受伫对你来天顶的恩典甲疼痛。感谢主，我为着国产圣人的祈祷，求你亲自规划扶持伫因教会发展，这人事、这老师、学生以及这财务的发展，上帝你亲自来保守伫这个地动了后的福建会当真顺遂来应用。感谢主，我为着教会所要提点的圣工来祈祷，无论是培灵会，也是阮暑假的主日老夏令营以及青少年，由你亲自带领，互因拢大大的顺遂。我为着白天点的日子来祈祷，愿圣神的快乐甲成就，拢伫伊中间。感谢你，华灵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这个领受你的信息了后，阮做伙同心祈祷。是我要回应上帝你的呼召，回应上帝你的听。主啊，我伫人生的脚步，无论我的工作事业，还是阮担任的这个所有的责任的顶面，阮常常有拄着艰难的时阵，拄着阻挡的时阵，拄着侪这个危险的时阵，总是因为阮有主你的同在，我的信心就更加笃定，更加开力。亲像主耶稣叫学生。甲船过去到最深的所在，遐是一个希望的所在，是一个新的修行的所在。主啊，也互阮凭着这款的信心，听主的教示，领受主的应允甲呼召，往最深的所在。主，你要享受无限的恩典伫阮的身上。感谢你，阮为着玉山圣人祈祷，求你赐福伫因所推荐的圣工、老师的教育、学生的培养，以及校务的发展、硬体、软体的发展，求上帝亲自来扶持、引带、甲保守。我也将教会事工交托你，愿圣神亲自带领，互阮伫这个暑期要到，阮要推动这个培灵会，还佫有热天主日学的夏令营，愿上帝你也亲自保守，互阮所做的工有圣神的带领引带，众兄弟大家同心合意，做伙来配合，做伙来参与，互圣工大大得到发展，众人都得到造就。我也将教会白厅中的兄弟交托你，求你的医治拢临到伫因的中间。特别阮知影有兄弟姊妹有拄着癌细胞的攻击，伫这个治疗过程有真多的艰难，总是阮确信，当阮放着信心、放着仰望、放着这个活力，以及阮这个真正的信心伫主的时，主你要用奇妙的方式，阮通过医生的看顾，阮家己的这个静养，能得到恢复，得到医治。主啊，阮也将
教会有拄着家庭亲人过往的家庭交托主，愿你亲自施了你的安慰扶持，也互因所要办理，而且的礼式对头到尾，上帝你亲自引带甲带领。愿将每一个在座兄弟姊妹、线顶的兄弟姊妹交托你，互阮伫生活、伫工作、伫家庭、伫阮的健康，主你，互阮因为仰望主、倚靠主，阮就得到大大的保守甲引带。伫你面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按这位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按这位来唱同样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是按这位来读本月经句，离周报的上尾一页。会众按这位来读：上帝啊，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予我的内面有换真正义的心。诗篇第50篇第10节。这是按看周报的第2页来做报告。后礼拜书会是俊君执事，其他服侍的同工按来看这张表，这是掀开到按的第4页，集体交通的部分。本会消息，今仔日是玉山新南医的奉献主日，这一届感谢按玉山新南医的总务长史一平总务长今仔日来到按教会来分享信安甲报告。大家继续为因来做代祷。第2点，今仔日嘛是总会环境的主日，继续为着安尼即个土地、安尼环境、安尼生态，做伙来努力来保护咱即个美丽的台湾。第3点，咱本会伫6月21到25，按3天有举办咱2024的培灵的做酒会。这3天按有邀请嘉义英美教会潘庆章牧师甲吕志荣牧师，伫3天对6月21拜5的下暗，拜6规工，礼拜日，才等一个牧师会做一个补充的报告。所以请6月22拜6有一个核心同工的做酒会，因为爱做寡性格的测验所以请6月7号进前向咱的办公室来做报名。第4点，代表团队的消息，咱继续为着咱祷告的事，
安尼见证期的地基来做邀稿吼，希望大家嘛会当踊跃来投稿。咱来看咱的第5页，第6点，6月16号下晡4点半有咱的文图学校结业激励的分享会，这个部分因即期的结业日迄天，那里下晡4点半一个学员的激励分享，甲安尼感恩餐会安尼邀请刘进展牧师来做分享甲激励吼。伊讲嘛，希望所有的学员、讲师甲现任的中级预备生来参加。第7点，助理2，伫7月18到21号，然后举办咱的夏令营。我是 EQ 小主人伊的对象是国小1年到6年的学生，所以嘛希望咱的家长、咱的会友会当来分享这个好的活动的消息特别咱的48果子学员以暑假这是5周的课程7月8号到8月16，6周的课程，有15名的名额伫咱的教会家国小生3年级到4年级的学生，伫一个暑假有一个好的陪伴甲照顾这个部分是费用是免费嘛感谢因这个团队的投入。另外，咱来看第11点。咱来关心大道的消息咱本会沈佑熙姐妹妈妈沈张金英姐妹伫5月26安息别逝那因定伫6月5号下晝11点半伫高雄的滨福殡仪馆遐做一个追思的告别式因为因的家人拢还未信主，咱继续来为因关心大道。另外，咱看第6页咱的庄永清弟兄的爸爸庄学柱先生伫5月29号安息别逝因嘛是伫6月5号拜三下晝伫新义殡仪馆遐来做一个家庭的追思告别式，嘛继续为因来关心做大道第12点，咱后一个主日有医治祷告的时间请大家嘛预备心。另外，有一个重要就是咱第2季的长职，甲阮的首长的联席会议时间才有做一个调整等下牧师嘛会做一个补充的报告。那牧区甲团契的消息相连的消息，咱6月1号才有一个医师院会长有做一个提升肌肉复健安乐练歌的部分请咱的上年的这个兄弟做伙来注意来看这个消息好，以上，请牧师做一个补充报告，多谢。我大先来欢迎咱的新朋友伫咱中间有吴玉德甲郭义军伫咱中间，有伫遮无？来，站起来，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来，吴玉德甲郭义军，欢迎你们。感谢主，上帝祝福恁，多谢恁，多谢真济。另外，咱嘛真欢迎住伫澳洲一段时间最近倒转来咱中间的丽丽姐伫遐咱阁站起来，请伊站起来，欢迎丽丽姐住澳洲啦住澳洲因为伊的先生就是迄王医师伊最近身体也较无介好所以伊丽丽姐等下一礼拜外就要搁赶转去因为需要有人陪伴啦因为台湾这边拢有一寡相关的事务爱来办，所以来铁远途走一逝就对啦今仔日随要搁坐飞机转去澳洲咱为伊祈祷为伊王医师的平安健康来祈祷拄好即个月拄伊的生日，所以小等下咱庆生会要请伊来分蜡烛好有几项的补充我来做一个补充甲提醒就对啦头一项就是讲，咱真多谢咱的施一平总务长来咱中间，甲伊亲身经历的见证用主的话甲咱勉励。咱搁一遍拍拍，说多谢好无？咱周报内底拄则咱大部分咱的即个书会拢有讲过我特别搁强调一项，就是讲
咱6月22拜六早起，拜六早起10点，咱有一个咱的核心同工的训练会，伊的名额大概100人左右啦。所以咱除了咱遮个在职的有即个负责的同工中级啦、小组长啦、区长啦、团契会长啦，搁咱的遮个事奉团队以外，咱欢迎咱各团队各同工有迄个核心同工，咱来甲报名。谁若需要报名，伊咱即边即个牧师要甲咱做勉励伊嘛要甲咱讲起着咱逐个人有无共款的上帝互咱的个性，经过一个测验，知影讲你是属于甚物款的性质。后摆咱逐个教会要侍奉逐个较了解。所以咱着甲即礼拜就到后礼拜以前来报名。咱一段时间2礼拜时间，咱要互咱做一个测验就对啦可能咱以往有个人参加过几哪项测验，袂要紧。咱即边的测验就是有一个整体的即个数据咱会当做参考。所以这点请大家会记得甲咱的群组啦。甲咱的即个组长啦、区长报名，若无去办公室来登记安尼这点特别请咱大家帮忙安尼。第3项就是讲，咱即个周报内底有报告这个消息中间有一项咱来参与，就是讲下礼拜日咱要提早伫下礼拜日来举行即个异地的祈祷异地的祈祷，请咱大家鼓励兄弟大家。踊跃来参与，特别行到主的面前，咱大家都会同心祈祷请大家备办，有需要代祷的拢来勇敢来头前安尼咱也2项代祷的事项啦头前咱知影讲顶2礼拜，咱台北立法院4周围产生真大的即个公民团体的即个抗议甲反应，咱大家拢真关心国家啦但政治支持上，咱无甚物意见，但是呢，的确毋通互咱台湾的政治拄着安尼跋倒，也是拄着毁坏。无咱台湾若无安全咱财产厝体拢是假，所以咱特别为着咱国家祈祷或者立法委员因所做的法案，真正是为着全百姓，毋是为着家己的私欲。准讲伊是对，但是别人咧抗议问题是出伫倒位所以咱的确为着台湾的和谐台湾的社会平安来祈祷我知影有真侪少年囡仔安尼勇敢去压苦呢，伫遐要抗议是安怎伊都毋是食饱伤闲过，的确是有原因嘛咱特别为着这项事来祈祷第2项咱有纪律小组的团队12位成员有6大6小即阵拄伫台北伫遐咧宣告，咧传福音咱为着因祈祷，互因真平平安安顺遂出入也拢得到上帝的祝福安尼咱今仔日开始有咧入户啦，按大家设置大家设置咱因为落雨天大家出入保重身体今仔日听讲是雨上大的时阵安尼搁另外咱最近的主日拢会安排咱的新执事来读圣经啦咱就是讲，互因有即个讲台的经验，搁来特别安排因聚会咱为着这少年的执事，因真美好的服侍来代祷受上帝赐福搁做一个补充啦咱顶讲有小可介绍，但是无完全就是咱文珍姊妹的后生燕荣伊伫美国已经读完硕士的学位准备搁来要搁倒转去美国工作的款咱甲燕荣鼓励一下来，鼓励一下，燕荣祝福你祝福你。好咱大家转去细字若讲你拄无走雨线教会有迄款爱心伞安尼你甲照用袂要紧不过后续搁摕转来用就好互咱大家毋通伫落雨天拄着即个其他的即个困扰多谢咱来做结束。会众请起立，按做来首上印的诗歌，第397首《关注祝福保护你》，上印山声，牧师来接导。我
也应主必还爱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守你平安。三个来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施恩、引刷保护，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咱默祷，准备来做庆生会。这是咱咧为着6月份的寿星来唱祝福的诗歌。